好，唔知观众朋友敢会记得2024年嘉南地区是真接地震，也嘉义梅山8冬前就发生过规模7.1的大地震。这回宜兰大地震，阁有几哪摆的地震，尾居民就烦恼咯。惊讲哦，这个梅山断层敢会受到影响？学者认为讲，这摆震央是伫咧宜兰，也地震尾呢伫咧四边区域，无啥讲会直接连接梅山断层，不过也是袂当降低洪灾的境界。 到石地板天崩拢有水云，27夜宜兰东部外海强烈地震，阳明交通大厦传出灾情。工程3馆3楼资讯工程学系计算机电脑教室，敢若自来水管线受损裂开，大量的水对天崩下来，部分的设备拢浸伫水内底。像电脑教室整个那个水管破掉，天花板掉下。学校讲赶紧处理了后，已经止漏啊，也拿电脑部分会去全盘来检查。 这摆宜兰强烈地震到28早起11点进前，陆续出现4摆规模4.7到3.2的地震。有嘉义县梅山乡8年前发生过规模7.1大地震，也有民众烦恼讲宜兰的地震影响梅山断层。学者认为讲，这摆地震是伫宜兰的外海，地震尾应该伫这所在范围，未啥直接连接到梅山断层。不过有一寡表现较活络的所在，也是爱警戒。如果是考量到这个地震的余震的话， 那当然，大部分还是会以宜兰地区为主，但是其他的地方，因为板块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平常就应该要先做好这些准备。屏东德田乡李洪村是有在地青年感觉讲，当地有当时信号无稳定，真侪老大人也无一定有智慧型的手机啊。就算重大地震发生，也可能错失避难应变的时间，有时发挥所长研发适合农村使用的预警系统，地震4级以上就来公布警示。这个东西 还蛮符合，就是我觉得理想可以用在大型的区域使用。村民会有警惕，听到这个广播表示这个地震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地震。研发者讲，这套系统会使及时来接收气象署地震的资料，经过判读了后，会使连接村里的广播设备，和信号较弱的所在，也能得到安全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